全国智慧制造大数据分析的竞赛，伫东海大学来举办决赛。全国有34间的大专院校，20间的企业团队，将近400个人报名挑战，要来争取300万的奖金。 全国34间大专院校和20间企业团队，伫东海大学体育馆比数据分析，由东海大学主办的全国智慧制造大数据分析比赛，今年来到第5届，有要400个人比赛，要来拼300万的总奖金。我们就找一些中小企业，然后呢，他们愿意把题目跟数据拿出来分享。其实题目也是我们找人帮他设计的哈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找学生跟一些业界的新创来共同参与这个竞赛。 这摆比赛主题由业界提供的真实数据，和队伍来做分析，对台湾智慧制造发展和栽培大数据分析人才有真大帮助。基础知识还不够，那我们遇到困难就需要去翻阅网络上的大量资料。主办单位强调，比赛增加大家交流的机会，嘛提升台湾制造业的竞争力。